旧历的7月哦，才打过，台南市文化局进前有特别整理在地一寡传统的民俗，亲像讲金纸要安怎来使用，嘛小解看蒙瓜，那么做伙来了解。金纸百款，倒一种是拜神明，倒一种是要互公妈的。其实真侪人分袂清楚。台南市文化局找专家来解说。这太极间就分大、中、小三项，这得拜天神的，拜天公的。这个九金银纸，这就是咧拜稍微较公妈、地基主、好兄弟。这个福金、寿金，就是较拜地方神，较家赞的迄个神明、王爷迄落个。台南市文化局出版《生活艺文志》，专门分享一寡在地传统民俗。这站旧历7月拄过，透过金纸店头家的介绍，互大家知影金纸、银纸、寿金等等对应的祭拜对象是无同的。另外，艺文志也特别报道台南风中顶看蒙歌的表演，互新世代的人也通知影这款走白场的歌团。后壁风中顶林总范因风中顶去参加文化奥运的这个演出，其实造成咱足侪国际媒体注意来看到咱台湾的传统看蒙文化，这是一个足精彩的部分。传统文化需要传承，透过生活艺文字的记录，让大家对生甲死，也对在地的民俗风情有无同的体会甲想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